盘点英年早逝最惋惜的20位明星。Hello， 在看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本兮。哇！天哥哥，天哥哥，你過嚟啊！你有咁重要咩？錢你可以還，但有啲嘢你還唔到。I said, empty your mind, be formless. 希望大家中秋节都过得非常的愉快，然后月饼也吃得很好吃。講到愛情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完全嘅失敗者嚟。再見了，我的愛人，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你。你哋嘅歡呼聲，你哋嘅叫聲，亦都可能隨着今晚，我以後都唔會再聽到。無論我企喺幾大嘅國際舞台上，但我依然可以自豪嘅講，我係中國人，我來自中國香港。